做一個表演者。咁冇幾耐咧，2年之後咧，我爸爸就接咗我翻屋企，因為嗰時候咧，我爸爸係再婚，我多咗一個繼母，跟住仲多咗一個細佬同埋一個妹妹。咁我個人慢慢長大咗之後咧，我就出嚟做嘢啦。我人變得沉默寡言，對自己好冇信心，好自卑。咁跟住咧，我爸爸咧就開始覺得點解呢個仔咁樣嘅，好似蠢蠢地咁樣嘅，人哋蝦我又唔出聲。但係佢唔知道，其實我一直以嚟就缺乏一個自信。佢從來都唔會讚我一句，我做咩都好，佢覺得呢個仔都冇上進心嘅，都唔係俾心機做嘢嘅。開始我感覺到佢唔係幾中意我。我成日都掛住發啲歌聲喎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唱歌幾好聽啦。我又好羨慕電視機嗰啲歌星，我好想做一個歌手，於是咪參加啲歌唱比賽咯。殊不知我出到場，我又震手又震腳，咁點樣比賽咧？次次唱都唱得唔好，於是我諗住放棄啦。不過我諗到我仲有一個才能，原來我由細至大咧，我都識得，唔知點解無中生有咁樣哼到啲 melody 出嚟。後嚟我就學人寫啲歌詞填埋落去，於是我就開始創作，我就轉移目標，將我嘅夢想變咗做一個創作人，去參加啲創作嘅比賽啦。我記得1987年咧，就入圍咗一個叫做 ABU 亞太區流行曲創作賽，好多年前咯。咁頭先在座嘅傅建華兄同我一齊參加嘅，我嗰陣時已經識得找下眼來咯。咁之後咧，95、96、97年，我都入選咗Cash 流行曲創作賽，好好彩。不過好景不常，1996年我嘅繼母就因為心臟衰竭離開咗。到97年嗰年咧，我爸爸咧就因為食道癌都離開埋。佢死嘅時候咧，只係剩得70磅，瘦到皮包骨咁樣，好似個骷髏骨咁樣。佢臨死之前嗰1個鐘頭咧，佢扯晒蝦，唞唔到氣，佢呼吸好急，我有啲驚，因為我未見過咁恐怖嘅場面。我永遠都記得嗰一刻，我其實由頭到尾都好想同我爸爸講，爸爸，其實我唔係你睇得咁冇用嘅，我都好愛你。但係到佢走咗之後，我都冇機會同佢講。喺1997年，我入選 Cash 流行曲創作賽，我終於攞到個季軍。不過可惜喺我比賽之前1個禮拜，我爸爸就走咗，我冇機會同佢講。咁98年，我因為得到好多機會啦，於是我就寫到一部電視劇嘅主題曲。嗰個電視劇叫做《天地豪情》，嗰首主題曲咧就叫做《說天說地說空虛》。呢首歌好受歡迎，佢令到有好多人認識到我個名，開始我多咗啲機會，我好自豪。我嗰一刻，我真係好想同我爸爸講，不過我唔知點樣可以同佢講到。我嘅人就係咁樣嘅啦，成日都收埋自己，唔敢講。但係我最少都有堅持到而家。説天説地説空虛嘅第一句歌詞，凝望通風氣窗，噴吐數火煙圈，彷彿每個片段盤旋在轉。
呢個畫面咧，就係我爸爸喺屋村嘅時候咧，對住個通風氣窗喺度食煙、吞雲吐霧、沉思緊嘅時候嗰個樣嚟嘅。原來不知不覺之間咧，我仲係好掛住我爸爸。喺我完成第一稿嘅時候咧，我就真係爆喊晒出嚟，我好大聲喊咗好耐。我而家先知道點解我會喊得咁犀利。有陣時人與人之間真係冇得講。我同我爸爸雖然有一大段時間大家都係不瞅不睬，我所有嘅比賽，無論係歌唱比賽或者係作曲比賽，佢都未睇過我一次。我記得佢生前好中意哥哥張國榮嘅一首歌叫《追》，追入邊嘅歌詞就咁樣寫法嘅。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一秒，原來多麼可笑。你是真正目標。其實我哋忙忙碌碌、營營役役咁樣追，係咪就係為咗追趕名利咧？或者我嚟講，係咪就係為咗追趕我哋嘅夢想咧？其實我終於明白，我想追嘅就係我爸爸得到佢嘅一句認同。我好想佢同我講，仔仔啊，其實你都好叻，你好乖，我就有想聽呢句説話。今日好難得有呢個機會，多謝生命好聲音，佢哋俾個機會俾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仔，喺度分享呢首歌。除咗唱俾我爸爸聽之外，我仲希望唱俾大家聽。呢首就係